而家改完之後呢，佢又跟住個時間呢，就變咗2026年9月20號啦，改遲咗2個月啦。咁我哋都喺同一個場景，喺迪士尼的士站跟住呢部 GC765。咁我哋可以再改一改佢。嗱，而家呢就係2026年4月20號啦，改前翻幾個月。咁我亦都同時亦都係喺迪士尼的士站跟住呢部 GC765。咁其實呢係同一個時間，不過個 cam 就顯示3個唔同嘅時間。有 order 啦，要走啦。